你要是破解得了我的龙爪手，我立即回少林寺，从此不出寺门。大师言重了，请出招吧。这是光明顶保卫战的第3场，也是无忌和少林空文大师的巅峰一战。为了尽快拿下无忌，空文大师一出手就是刚猛无匹的龙爪手，霎时间强大威势直接打得无忌连连后退。哪怕无忌身兼九阳神功和乾坤大挪移2大顶级神功，此刻面对空文大师连绵不绝的攻势，也只得暂避锋芒。然而任凭无忌万分谨慎，最终一个不慎还是被空文大师抓住了破绽，然后举在半空转了数圈才回到地面。紧接着空文大师又以龙爪直戳无忌的心窝，吓得无忌赶忙运起强大内力摆脱了束缚。是龙爪手，小兄弟，不可大意啊！公子，小心点！哎呀，大师出手果然不同凡响啊！就在双方看客各自加油打气之际，空文大师直接对着无忌发起了最后的绝杀。任凭无忌使尽浑身解数，始终无法摆脱空文大师的追击。无奈之下，他只得以武当踢云纵脱离了战圈，剩下空文大师一个人在原地疯狂输出，直到察觉无忌不在身边时，空文大师这才打完收工。见此一幕，武当众人瞬间炸了锅。这少年怎么会有武当派的踢云纵？而空文大师看着不远处的无忌，嘲讽他一味躲闪和逃命没有区别。对此无忌并不否认，因为空文大师招招致命，他就只有逃命。倘若要他真心比试，那也不是不行，但却需要空文大师答应自己一个条件。好，年纪轻轻，口气倒不小。如果我在拳脚上输了你，要杀就杀，要斩就斩。然而无忌并无杀心，只说自己若是输了比试，那他可以任凭空文大师处置，且绝无半分怨言。可如果自己要是赢了比试，那他就要空文大师赶紧带着这群臭鱼烂虾退下光明顶。一听如此，空文大师简直信心十足，当即豪言：你要是破解得了我的龙爪手，我立即回少林寺，从此不出寺门。大师言重了，请出招吧。空文大师这次没有急着动手，而是告诫无忌不要再一味躲闪，否则他们就算打到天黑也难分高下。而无忌也不装了，当即表示从现在开始，若是自己后退半步就算输了。一听如此，空文大师甚是满意，随即对着无忌火力全开。补风、观影、黄金、无色、劈抗、绕虚、绕残、手拳，80连环。然而空文大师一阵输出过后，不仅没能对无忌造成丝毫的伤害，反而被无忌复刻版的龙爪手打了个措手不及。一时间，周遭的吃瓜群众简直难以置信，为何这少年的龙爪手竟然比空文大师还要牛批？而空文大师更是一脸蒙圈地看着无忌：你什么时候偷学到我少林派的龙爪手的？是刚刚大师教我的。